现在外部矛盾解决完了，该来谈谈内部矛盾了。跟我就成内部矛盾了。我知道地图在你那儿，交出来。可以啊，然后呢？我要去雨林街找菩提树，等到菩提树起名之后，那个忍者就会来诈术。等到那个忍者来诈术之后，我就逮住他，通过他找回林怀之。那我呢？你不是要毕业了吗？看你了，要出国考证，考个公务员，考个英文6级，法语8级，或找人嫁了，找干爹，随你了。我看这样吧，我去雨林街找到菩提树，等到菩提树起名的时候，找到诈术的忍者，夺回林怀之，怎么样？你呢？现在小亮是罗刹界的镇魂将，你又被通缉了，要不你就继续送你的外卖吧，如何？呵呵。松开，松开，出去！晚上吃火锅。松开，松开你！知道你是我，一起上路。他们都盯着呢。一起上路。他们会误会的。我还非礼啊！我非礼你。非礼。一起上路。这位是隔壁老曹。你上过大学吗？没上过，但我常来。撩妹啊！送外卖。你说我们还能见到鬼先生吗？一定会的。迷失的人迷失，相逢的人自会再相逢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去雨林街？等特训完吧。我承认现在的我还有很多不足。啊！怎么了？我的帐篷和行李还留在淋浴呢。你那也算是行李。喂，我告诉你，当然算了，还有3条内裤呢。物是人非，往事如烟。对啊，明明就是昨天的事情。好吧，开始第2阶段的特训。早就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来吧，特训。你回来了，曹彦斌呢？你把他杀了，那他人呢？不知道，我其实不是去找曹彦斌，我是去找一个和他在一起的人。谁？有人写信告诉我，说那个人很可能是黄甫斗。但他不是，对吧？的确，他不是。你去找他，只是因为你想搞清楚，到底你跟他谁才是最强。我只是想看看，我和他貌似很近的距离，
到底有多远？庆贺我们特训成功，干杯！你喝酒看起来还妩媚。像个男人。这是什么？送你的。哦，火将军，干嘛？我呢，看你没有将军链了，怕你不习惯脖子上没有重量。哎，不过不要拒绝我的好意啊，因为我真的很少对你有好意。打开看看。什么？灵异。将军链可以探测异动，比如人类一人，而灵异呢，可以隐藏守护灵的气息，不会被将军链探测到。你的？我妈的。好了，明天晚上12点，雨林街路口集合。干杯！走一个。这地方不错吧？不错。我今天带你去尝尝鲜啊。走走。哎，这妞不错啊。小妞儿，你是长得挺好看的，还是整的挺好看的呀？酒醒了吗？醒了，回头走10步就是出口。老子想犯罪，根本不需要酒壮胆儿。轩辕。怎么是你呀？不是我还有谁啊？李轩辕，李轩辕，主人，快来救我！我刚才睡着了。你召唤守护灵的方式还真奇特呀。这是雨林街的入口。嗯，地图是这样写的，没错。我怎么感觉那么像超级玛丽啊？我觉得像忍者神龟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；化而为鸟，其名为鹏。鹏之北，不知其几千里；怒而飞，其羽若垂天之云。没错，这里就是雨林界。
脸色都这么苍白啊？风俗。哎，你一个通缉犯，不伪装一下，大摇大摆的不好吧？对啊。你这样更显眼。哎，这位兄台，请问你知道菩提树的下落吗？妖怪！妖怪啊！啊，这位姑娘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你知道菩提树的下落吗？臭妖魔！我新买的墨镜，什么情况？怎么了？这位大叔，请问您知道菩提树的下落吗？妖怪啊！今天早上有2个人向我打听菩提树，是不是一个戴黑色墨镜的男人和一个比我丑100倍的女人？他们打探妖魔之地，怕是不怀好意啊！我们赶紧想办法通知门将军吧。好。哎，妖魔之地，雨林界不会要出大事吧？不好说呀。是在。客官，您的菜上齐了，请慢用啊。有什么需要再叫我。菩提树是有毒吗？怎么谈术色变的呀？哎，你说会不会是方言问题啊？就是菩提树在雨林界的发音其实是妖魔。既然他们都害怕菩提树，肯定知道菩提树的下落。哎，想都不要想哦！啊？你现在已经是通缉犯了，所以你不能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。啊，蠢妞！菩提树，菩提树，谁知道菩提树的下落？简直了！你这智商，人都跑了，你跟谁打听啊？还有一个，大浪淘沙，留下的才是真金。你为什么不跑啊？我为什么要跑？那他们为什么要跑啊？被你吓跑了。你是谁？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吗？自我介绍一下，我这种人，通常镇魂街的每个酒馆都有，都称为包打听，消息多，问我问题，一刀起。哪儿来的？祖上留下的。如果是要问我菩提树的事儿，那就算了。这个问题，我不卖。小包子，小包子，是谁把我的客人吓跑了？滚！菩提树在哪儿？菩提树在明镜村里面。明镜村是雨林界的禁地，入口处有一个石阵。明镜村被称为妖魔之地，里面遍布妖魔。5年前，妖魔出来伤人，雨林界的损失重大，所以一切有关明镜村的事情都成为禁忌。问个问题，
问，镇魂街有鬼吗？当然没有鬼了，鬼又怎么会是生物呢？可是都有大鹏了，大鹏不是神话中的鸟吗？可能是以前有人类误入了灵域，看到了大鹏，之后传了出去，然后被人记了下来。很多神兽不都是被人类写成神话了吗？所以他们是生物，生物，不是鬼。那雨林街的人为什么总说是妖魔呢？这里的文明程度相当于我们的秦汉，用妖魔鬼怪来形容一些他们不理解的事物是很正常的。哎，小朋友，你们干嘛呢？动手！你们干嘛呢？关你屁事儿！看什么看你？知道我爸爸是谁吗？我爸爸是。曹彦兵，他们还是孩子呢。但他们是熊孩子，那也是孩子。你圣母心泛滥了。母同情心。小姑娘呢？小姑娘什么时候跑的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你看那里。什么？什么地方？人间仙境。纵然。